所以来领受主的祝福哦，哈！咱即时先来做祈祷。亲爱的主，我的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互阮伫即个主日，虽然天气炎热，总是阮伫你内面享受着安静甲喜乐。主啊，阮要学习用你的话来三甲勉励，求上帝亲自来固守，引带圣神伫阮中间来感动阮，互阮明白你的话语的奥妙，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咱真欢喜，今仔日咱的主日都夏令营吼。事实呢，咱若是看遮的学生吼，大部分咯吼，2/3吼，大部分拢是咱社区啦吼，咱兄弟姊妹、亲人的好朋友的囡仔，吼，平常时毋是定定伫教会咧出入的，但是敢若3工若定吼，因就甲所有学的诗歌、背的金句吼，拢安尼表现来头是道啦吼。真感谢主，咱3年无举办疫情的情形下面，咱今年办吼，安尼大家充满着活力啦吼。事实咱有52位有报名，加上佫有加减，有佫增加吼。咱嘛有50几位的同工呢吼，等于一个顾一个哦吼。咱除了咱的水岛的老师以外，就是咱的提摩太，佫咱遮的毕业还是大学伫外面底读册工作的青年拢倒转来，这嘛是一个真水美好的这个温度的操练。咱除了校长来负责筹备以外，就是由咱的提摩太的牧区伫咱这个曾瑞平牧师的领导带领吼。我看到因安尼是对早起7点就来，到下暗大家检讨了7点才转去，等于一日有一半时间来教会，连续3工，甲今仔日早起吼来做一个安尼完整的呈现了，再来结业安尼，咱真侪兄弟关心祈祷，为着因祝福。咱两问讲吼，咱毋是看囡仔济少啦，是主要是讲伊遐细囝，即届来因主题叫做情绪管理高手，对只小朋友来讲 emotion 安尼吼，就是咧表示讲囡仔咱细汉成长的过程当中。真重要，伊的品格，咱除了求因的知识以外，伊的智能学习以外，有好的品格，有好的情绪，会当度过真侪迄个成长的迄个危险的期，会当成做一个成熟的少年人，这是咱即届这课程的目的啦，咱请继续为着因来祈祷。咱拄则有讲起着。咱有50几位小朋友，嘛有50位同工啦吼，佮加上遐来去咧帮忙的，佮较济。现在咱要用遐侪即个人力来投入伫遮个夏令营呢，除了对遮个细囝非常的珍惜以外，主要是伫即个营会，伫即个所有一切的即个活动的中间，我有甲遮个兄弟同工，遮个老师勉励讲，事实。成长上介大的，领受上大的，祝福上大的，就是这个侍奉的同工，这个老师。因为因会当看见讲，要安怎甲一阵安尼真活泼的囡仔，个平常时毋是定做伙，随时要互因熟悉，随时要欢喜听老师的指导，迄都要用足多的功夫哦，毋是只干遐个知识甲能力是真多的吞忍交陪关心安尼，这拢是就是。门徒装备的一部分，意思是，你有这款的温数，你有这款的气力，你有这款的能力，你若无用出来吼，好亲像迄个就放者爱生鲜去就对啦。就是你用出来，发觉讲，这个佫无够熟，迄个无啥够，你就会伫迄个所在继续装备。就亲像一个在做技术工作的人，你若无定定咧操练，你临时一个工作要互你做吼，哇，做了哩哩啦啦无好势。咱即礼拜发现一件咱较艰苦心的事啦，伫北部吼，一个咧装冷气的师傅，讲掠做装好，怎甲放手去，怎一个冷气的外面迄个装备，都摔落来，甲一个大学生，甲弄死去。咱会感觉讲足侪奇怪的代志会发生啦吼，总是咱会咧想着讲。一个师傅，连这都毋捌，咱普通人嘛知影伊表示讲，伊平常时可能无咧注意，无咧注意，
啊，无你知影遐个工作吼，遐个识外机的即个 SOP 啦。哎呀，你知袂？咱毋是干那讲检讨尔，为着这学生毋甘那定，事实咱嘛是看到这样代志咧检讨咱家己。我是毋是伫我家己的工作、我的专业，也是我负责的范围，我有尽到迄个本分，有尽到我家己安尼应该做，会显露出我的能力安尼。啊，所以咱这老师也好，咱这提摩太的青年也好，因就是。伫即个营营会中间咧操练因传福音的能力，啊，所以牧师今日要线接用宣教做议题，福音勇士门徒装备，啊，咱有读的两段经文吼，拢有印象真实。传道书这段经文吼，有真趣味的描述伫咱生活上咱拄会到的。伊讲两个人比一个较好，吼，两个人合作较好，啊，你表示讲迄个团队。迄个谈判啊，三甲合作的迄个重要甲快乐吼，啊，伊佫讲着讲两个人做伙困较少啦吼，啊，咱就知影讲，热天时是较无感觉啦，冬天的时真正，两个困窝做伙吼，迄个咱身躯的烧气会互相会烧热呢吼，真侪动物伫外面伫生活吼，当因拄着足寒的天气的时阵，因会晓揽做伙互相取暖就对啦。啊，伊咧甲咱讲即个自然的现象，咧表示讲，伊讲受攻击的人啊，即个的时阵，干那一个人拍袂赢，啊，两个人就会抵抗，而且讲三个的事无遐尔好带长，这是咧表示啊，无论做甚物代志，哈，你伫你的职场的顶面，哈，你伫你的家庭兄弟姊妹，咱伫教会，特别是传福音，咱讲都爱两个有伴。啊，一个团队侍奉吼。第二段嘛，共款讲到两个哦，是哩耶稣讲，伊召集12个使徒，找因两个出去。啊，你感觉讲，犹太人因的传统甲观念是咱两个足重要安尼吼。啊，这为的传统伫咧，为的根基伫咧吼。啊，今仔日咱时间较无遐尔量上吼，咱要分几个重点做伙来学习啦吼。第一。到底什么人是福音的勇士啦？今仔日咱遮的主要老师，咱遮的遮的侍奉的遮的提摩太同工，因就是第一线，将因所平常时领受到的，看到这阵可爱的小朋友，安尼50几位，啊，伫这3天的中间，啊，因要传福音给因，啊，所以到底是这阵人才是有资格传福音呢，还是坐伫咱在座兄弟姊妹，啊，咱？无代志，啊，甲咱无关系咧。圣经的定义毋是安尼。福音的勇士的定义是啥物呢？福音的勇士就是每一个基督徒拢是福音的勇士。基督徒就是福音的勇士，因为基督徒就是军队耶稣基督的人。军队耶稣基督就亲像拄则我讲，你既然真做一个基督徒，你一定领受到这个传福音的任务啊。啊，这个比如讲，毋是卖甲毋是讲。本来就爱，啊，到底咱做到偌济，迄个另外一个勘站啦吼。耶稣伊呼召彼得，伊甲伊讲：你来对我，吼啊，即句对我，啊，对是要对耶稣去啊，四过佚佗郊游是毋是？毋是啦，伊讲我要互你得到人，亲像什物？亲像鱼共款。耶稣招伊的学生，直接讲出伊的目标：你来对我。啊，毋是讲话，我这个老师外口讲道理，我这个老师会惊神也做真侪安尼互人惊奇的事啦。是你爱对我，而且爱互人得人亲像得到鱼共款。啊，所以若是照今仔日这普遍所有50几位的同工，伫这3天中间，用因全部的心力来培伴这囡仔大汉，啊，培养囡仔来成长。所以咱知影讲传统音的训练呢。毋是即个针对一群人啦吼，安尼起来做安尼特种兵的训练，当然这有的我场合需要，但是伊主要目的是，毋是干那要真做福音的特工队那听，是所有的人拢爱接受福音的装备甲训练。有时我爱看讲即个野生动物迄款的影片吼，即卖
即马的即个摄影师吼，即款野外咧摄影的人有够厉害的，对，伊通用着隐藏的摄影机啦吼，啊有通近啊，即个动物伊拢唔知影有人咧甲翕，啊，迄种自然的表达非常非常的互人看到足惊奇啦吼。有时看到讲，无论是北极的动物，也是伫非洲的动物，好像因一个生落来就是为着生存咧拍拼，拢袂使失觉察咯。在困的时嘛要注意讲有啥物其他的动物要来甲侵害，啊伊巴肚枵到已经无力啦，伊就是爱去捉着迄个猎物，啊甲掠起来，吼啊，若讲强的去捉的，啊捉的就有迄个办法通闪安尼吼。我咧想讲，因若无去拼命去学习迄个技术，意思讲，亲像迄动物的老母啊，带伊的囝吼，啊伫遐开始咧学习。伫迄野外要安怎生存？要安怎会拍着猎物，啊，通好来补伊的腹肚，啊无就消失去啊，就失去生命。所以伊逐项的技术拢是一练再练啦。有时伊要，比如讲即个拔，也是狮，也是虎，要夹遐羊啊，也是羚羊吼，迄可能10摆吼，有8、9摆拢输去啊，拢掠袂着啦。啊，所以伊的腹肚爱比人偌厉害，有时啊。几啊礼拜无食，伊都还会堪要忍耐哦。啊，到最后掠到的是，哦，食啊腹肚砰砰砰安尼，啊会当冻咧几啊礼拜。啊，迄变做伫野外，慢慢啊，迄个演化吼，适应迄款食足多，啊袂去张着，啊枵啊拢无人食嘛，袂要紧安尼。啊，我讲用即个人类嘛是安尼，人类遇到要照顾一个家庭，要生存，啊你都要用尽各种的办法。啊，互你家己的生活机能啊，拢会当发挥出来。啊，伫台湾即个社会已经是分工的社会，你要安怎？你的职业会当适应即个社会，啊，我会当趁到钱，会当供给我家庭的需要，这拢是一个努力。迄无人讲啊，这坐伫遐啊，凊彩就会当过日个啦。除非讲迄好野人囝呢。啊，基督徒是领受即个基督徒的身份，伊就是。要做宣教的路用，就是我讲，你若无去操练这个，你做基督徒的迄个形象就袂当凸显出来。啊，所以咱知影讲，耶稣伊呼召这百姓讲，所以恁着去招万民来做门徒，恁着去招，而且是招万民，万民表示什么？万国万民拢是有分啦，无分大小，无分彼此，无分种族。啊，所以兄弟姊妹，咱即个所有富强教的兄弟姊妹，咱爱共同领受一个呼召，就是讲，我无论是能力悬啊低，毋是我家己认定的，是上帝咧认定。软弱的人，伊有法度通传福音，比勇壮的人佫较熬。因为传福音的开力，毋是在伫外表人所看会到迄款的能力。咱遮有一个已经过身足久的一个圣灵子无？伊规个拢赞章，就是无法度通做啥物工课，但是伊敢若伊写的册，伊写的文章，带足侪人信主啊！伊后来为着用伊的名所设的即个伊甸基金会啊，即阵全台湾逐个所在，甚至国外，还佫伫照顾真侪弱势者。啊，所以兄弟姊妹，福音勇士爱有装备，有三个真重要的共识。第一，咱就是爱。讲我爱传福音，这实在，但是爱讲接受共同体的意向甲策略啦。咱福音教会有甚物款的方向甲策略？啊，你毋是干那家己一个，因为圣经明明甲咱讲，你爱两个嘛，你都爱团队的服侍啦。啊，所以接受共同体的意向甲策略是咱做一个福音人，也是讲做一个基督徒一个上基本的态度。当然，个别的传福音迄真好，但是当咱要有效果，就是变做有一个团队。耶稣伫即个圣经内面马可福音第7章讲，就召集12个使徒，找因两个出去，找因两个出去，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因招这学生来，但是无甲伊一个看出，是两个。啊，这个哪识的是，这个台语的圣经讲，召集12使徒来，找因两个出去，出安怎呢？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共同的意向，毋是个别家己欢喜做啥，是
遵守着耶稣基督的呼召，而且是一个团队的概念。启示录这个21章内底有一段话真有意思，伊讲天国是起伫这12军旗的顶面啦，代表12个使徒。伊毋是一队安尼随便召集的人，因是耶稣所呼召迄个教会共同体的一个基础。所以耶稣调这12个人，毋是凊彩乌合之众，是后来有一个属灵的呼召，互因来建立教会。所以12使徒伫启示录内底也佫印证着讲12个军旗啦。耶稣通过这个共同体，招门徒两个找紧因出去。所以耶稣呢，伊烧一个门徒，但是要爱互因成做共同体，有一个非常有凝聚力的一个组织。所以这12个使徒是了教会的共同体的母体吼。好咱拢知影，传福音有时会感觉真困难、真野线，甚至会讲刷去卖啊。但是两个人在做伙做时，会彼此关心、互补啦。有的人较会讲话，有的人较会关心，有的人较冷静，有的人较袂晓计划，所以两个互相。当然，毋是讲两个，意思讲至少两个，两三个人，这是真好的一个团队，互相协助对方，所以人需要这个共同体就对了。当现在会有两个伫犹太人的传统真重要两个伫圣经代表什么？伫法律上证据生出效果的数字啦。意思是这两个毋是一个简单的算数的问题。伫犹太人的传统、因的历史、因的律法内底有甲伊定义伫申命记19章15节咧讲到两个有甚物款的意义。佫传道书4章9到12节，两个人就是共同体上少的单位就对啦。咱看去申命记19章15节讲，若有人做甚物毋对，犯甚物罪，毋通简单听一人的证词啦。一人讲无算就有两个是三个证人才通甲伊定罪。这是犹太人原起初的法律的一个非常重要。你讲这个咧告某物人安尼无算，你都要有证人咱现代社会这个法律佫较完备嘛证人嘛是爱有这款的条件就对啦若无你来其他的旁证，袂使讲一个人讲就有算安尼拄则有讲到传道书，咱拄读的经节。伊讲两个人比一个人较好，因为两个合作，效果会更较好安尼咱后壁有看见讲12节，受攻击的是简单一个人拍袂赢，两三个人就会抵挡。这拢是真重要的一个犹太人因的传统。后来呢，咱有看见圣经除了耶稣讲叫因两个去传福音去做工以外咱嘛听去主甲咱讲一个足重要的一个信息。伊讲。恁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组织，我就安那，我就要伫恁中间。这个听起来都是真平素嘛无啥物奇怪的所在。事实耶稣当时咧讲两三个人伊嘛是有这个背景的因为当时这个罗马是咧统治迄个地中海所有这个看会到的地界，因这个军队呢。就是用迄两三个人做一个小单位，是一个上基本的单位。原来是奉这个罗马皇帝的名组织的，但是当耶稣讲，恁两三人的组织，恁无搁再是做罗马皇帝奉伊的名来做代志，恁是有圣神同在，意思讲，把迄个军事单位看作是属灵军队的单位。所以咱定定咧讲起讲，恁若有两三个人组织，就是奉我的名组织，我就要伫你中间，这是变做一个天国的车赛单位。这诚做耶稣找起两个出去传福音，咱基督徒，咱有这个小组的祈祷RPG 的祈祷咱伫小组内底，咱除了比方10几个、20个做一个小组，但是咱嘛有一个小家，有一个导长。这拢是对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个规矩内面所领受的传统。所以咱唔通想讲，咱数字上足单纯
迄有真重要的属灵的意义。当兄弟姊妹，找因两个出去，是耶稣为着互门徒人格成熟的一个策略。咱看见讲圣经耶稣的学生吼，就是彼得甲安德烈这对兄弟吼，因两个兄弟。因成长的过程中间，伫咧服侍主的过程中间，有培养出真好的默契就对啦。他是安怎讲？要两个，咱教会传福音的这个概念已经非常的清楚。真侪兄弟定来咧招人来参加聚会哦，吼，小组嘛招朋友来，基督会嘛招足侪人来，然后呢，开始咧学习这款的，因为你爱团队服侍。比如我带一个人来，你若无甲其他的兄弟做伙有分吼。来一个互相合作吼，有时这个新的朋友真困难留伫遮呢。因为有一群人做伙学习，所以咱现在人甲人中间吼，若毋是有啥物利害关系，比如讲你是伫公司大家的同事吼，是我伫家庭内底是亲人的观念，咱大家一定爱做伙嘛。咱兄弟姊妹大家做伙伫附近教会，除了讲你住伫附近，你是基督徒。可能咱拢无亲情关系，但是你要哪大家三个同心合作，迄就是门徒训练第一个功课就对啦。要哪同心一意，做伙学乐敬拜，咱要哪训练敬拜团，咱要哪做中级团队，咱要哪有侍奉团队，咱要哪有小组的团队，拢是第一个重要的是学习甲人相处，大家互相安怎做伙吼。所以人际关系是咱。要服侍主，三个合一上重要的。所以咱基督徒大生就要学习甲人相处。有时吼，大家把你足好的吼，安尼死党哦，迄无啥困难啦。迄就是讲有诶甲你袂合的人，这是上帝互你的功课哦。这是门徒训练的第一课呢，就是讲为着甲你合袂来的人祈祷，要学习饶舌。我的个性较急，伊的个性较慢，你要哪互相调和？袂使讲一定要叫你来对我，因为对袂来嘛。我要忍耐，甲你做伙配合，我就要安怎来压制我家己迄种冲动。这就是上帝共同体一个生命成熟的战略。所以兄弟姊妹真重要，咱毋是学习心理训练这服侍技巧，人甲人中间的相处，伫小组内底，伫团契内底，伫咱的服侍团队内底，咱伫教会内底，拄着你。个性上无介意的人，可能这人足好，但是都甲我袂合，当要安怎？这个时都要学习接纳甲饶舌，互教会将做一个互相饶舌甲相听的共同体。这是拄则咱责任新的界面。迄第一义就对了。耶稣讲：恁都要安尼，恁都要听上帝，搁都要听人。这个吼，毋是讲你本身天生就会爱人啦，你是要靠耶稣基督迄个保护开力，互你会晓去甲。你本来无欣赏的人，你看做安尼足无啥爱斗阵的人，你会当甲伊做伙。所以兄弟姊妹，你知影？一个教会上重要爱排除的是啥物？就是妨害基督徒生活的主因，就是个人主义啦。因为安尼人会失去共同的意识。人安怎改变世界呢？经历上帝恩典的人，作为组织是行做一个共同体，伊的开力就大。上帝赐予因教会伫教会中间一个大使命安尼，所以耶稣要上天之前对11个门徒讲：你来去招万百姓做我的学生，来改变这个世界。这就是耶稣基督一个共同体，迄共同体的规律，伫合一的规律，两个的意思就是安尼。兄弟姊妹，咱过一项，是咱要招恁做伙来伫遮同心做礼拜。除了讲看到遮侪人遮闹热，唱歌足有力以外，其实耶稣基督。爱咱三组织的目的是，咱组织聚会，你爱毋是干那吟诗祈祷，是你爱兄弟姊妹中间互相组织。所以毋是做礼拜煞就走是讲我奉献都有奉献着，牧师讲着我听了，安尼我先走甲人兄弟拢无啥物往来，这毋是耶稣基督调集咱来即个圣会敬拜的目的。耶稣讲，恁都爱互相相听，恁都爱。关心遐个弱势，所以咱若是安尼散赢赢，无有即个凝聚，咱即个教会就袂当伫遐来改变世界。所以耶稣所期待教会是啥物？彼此分享人生喜怒哀乐，做伙度过人生的逆境，
安慰这失败的伤魂，互相安慰，做伙鼓励，来起来。所以一间教会人济少，迄是看外表，是迄教会有迄个动力无？有耶稣基督的恩典无？互因迄个形成即款的灵格甲开力。所以咱有时会省察讲教会生活呢，有的会友足到了，就消失去啊，真困难甲咱做伙吼。你嘛是真客气啊吼，你嘛是互人感觉，互人真欢迎，但是你无愿意甲兄弟姊妹做融合，迄就真可惜。因为即个观念充斥伫即个教会内底，特别吼有诶知识分子啦，伊会感觉讲可能甲人交陪吼，可能无啥物趣味，无啥物议题，但是吼，足侪人拢袂记得耶稣诶交代，讲你要屈己家己啦。我是一个伫社会，还是讲我是政治界是一个安尼人安尼尊敬请诶人，但是我伫教会爱甲即个身份摕掉，诚做一个安尼真温和、真好斗阵诶基督徒。软弱软正诶人嘛无感觉看家己看做无，因为伫主诶内面，伊无感觉是安尼，上帝无看人是安尼，所以佫有像是讲有人入来教会无会籍也无伫遮。改成讲我做人客，这嘛无合耶稣基督原来的意思啦吼。因为这无法度互上帝来使用。伫人际关系内底，咱因为有融入伫这个团体内底，咱才会当经历医治、彼此安慰甲饶赦，生命才会成熟。意思是有的人永远真做人客，吼好亲像讲我毋知什么时阵我就要去离开甲这个教会无关系。好我就加留挂，无好我就随走。看起来。好像你安尼无事一身轻啦吼，看起来是讲你不沾染一点尘埃，但事实灵命绝对袂成熟。这是咱所要提醒。因为时间的关系，牧师有人要做升级起来吼，就是讲，这个第二部分，咱看这经节互咱的学习，拄则咱信靠上帝能力，有看见到耶稣对学生的交代。讲这段话，咱感觉有点仔奇怪呢。那边应该是爱各种装备齐全嘛，逐项拢爱穿好脚啊。耶稣甲因讲，恁出门的时阵吼，乖以外唔通带什么物件，唔通带食物，唔通带旅行地，腰带内面吼嘛唔通放钱，只有穿凉鞋，嘛唔通穿两领衫。你规则圣经才讲起来，讲干那带啥货呢？就讲那早乖佫早。佮穿凉鞋，我是讲，咱要去战争，都爱规个装备拢好，盔甲吼，防弹的拢爱炸，啥耶稣要叫咱去做？耶稣要互咱的，要互门徒学习的真重要。第一，拐仔甲鞋，耶稣讲的讲，即炸拐仔甲鞋，是因为伫当时迄个耶路撒冷的迄个地理上的需要，因为耶路撒冷起伫一个山峦顶，好咱讲锡安山嘛，差不多海拔750公尺哦吼。伊佫行迄个山坡，伊行落南吼，行到迄个死海吼，是比地平面佫较低398公尺。吼，若捌去旅游会知影讲，伊恁对耶路撒冷坐车伫伊愈到即个死海吼，佫比咱地平线佫较低就对啦。但是世界真有出名的地形就对。所以耶稣讲吼，恁伫即款环境、即款地理的生活，敢若最需要是拐仔甲鞋。这是耶稣要操练这个学生讲吼，你毋通想讲我逐项装备拢伫咧吼，你上需要的、上欠的是啥物？就是靠信心啦。若无耶稣基督互恁信心，逐项装备拢伫咧嘛，做袂到就对啦。吼，所以耶稣要求因讲，毋免为着其他的来担心，爱相信上帝，我靠上帝。所以福音勇士伫耶稣基督的观念内底，是咧操练迄个信心，无需要真侪物资，因为颠倒会造成不便。所需要就是单纯的生活，我靠上帝。所以传福音的时阵，有时会发生真侪无法度能有调的代志，但是毋免担心，在我靠主。时间的关系，牧师要用一个故事来做结束其他的咱可能有机会再过来分享吼。这个故事是安怎呢？就是咧回应到拄则耶稣讲，恁逐项拢免责，单单信心吼。有一篇这个故事，毋知
咱大家捌听过无吼？这题目讲，我无做啥物，只有祈祷尔。我无做事，做祈祷尔。伊故事咧讲，有两位吼，中国的姊妹啦吼，应该是差不多20-30年前的代志。啊，这两个少年的中国的姊妹吼，因信耶稣的故事，啊，互人感觉真感动。因为这两位姊妹呢，因信主了，因感受到上帝的呼召，因就讲：我要来宣告，因为圣经叫我来宣告。啊，所以伊就甲因的牧师讲：牧师啊，你敢会当甲阮安尼操练一下？我们准备要来传福音啊呢。啊，这个牧师想讲：啊，你都信主无几个月吼，哎呀，恁都伫恁的周围附近传福音就好啊啦。会当操练看嘛呢？伊讲无呢，但是我领受阮祈祷讲，耶稣叫阮都去普地的传福音啦，叫阮都爱去普地的传福音。啊，这个牧师想讲吼，啊，这个查某囡仔哪会样心遐大呢吼？啊。当袂赴因迄款的要求就对啦，好啊，恁甲细咧5、6个月尔，啊，佫足少年的呢，好啊，牧师因牧师讲牧师啊，耶稣的假使阮有听到呢，伊嘛无问讲吼，你信主偌久，吼啊少年就袂使传福音嘛，伊也无讲啊，好啊，这牧师袂堪的伊就对啦，伊讲啊好啦好来，我有听见吼，有一个所在恁若去吼。安尼会当去传福音。伊本来想讲吼，讲一个互因惊着，就唔敢去啦。伊讲吼，中国有一个岛叫做海南岛。讲啊，你海南岛遐吼，足侪人无信主的，恁要去无安尼？无拍算吼，因两个姊妹啊，看讲，吼安尼哦，好，安尼这真正是上帝要阮去的所在，海南岛安尼。啊，就像安尼车票出去啊，啊，就无啥联络就对啦吼。啊，经过2冬。啊，这两位少年查某囡仔，因就去到香港，要创啥呢？因为当时吼中国遐袂使印圣经啦，啊，所以就到香港迄个所在，想要摕较侪圣经，啊，佮足侪福音的传单甲册安尼。拄啊好时啊，伊会来香港，因为伊联络到因的教会牧师，伊讲我嘛要来香港开会啦，因为欧洲吼有遐个。啊，这教会的高层应该是像车会遐高层啊，要来伫香港开会啊，你若要来吼，来摕这的物资，啊嘛顺便当见面讲话就对安尼。啊，这故事呢，啊讲到这吼，讲到这，就是因来到一间足高级的饭店，吼足高级的饭店，啊就想讲要入去，甲迄个牧师见面安尼。但是因两个到的时阵吼，迄顾饭店迄门警卫讲：啊，恁两个是要来创啥？恁是要来？你这穿插穿安尼离了啊，戴迄种大顶帽啊吼，咧热日的吼，啊都无像迄个观光客啊，袂使入来，袂使入来。啊好佳哉吼，迄个牧师伊知影讲因即两个姊妹要来，啊所以坐伫咧大厅咧听候因安尼啦。啊看到这酒店遐服务生吼，穿足笔扎安尼。啊，遮个人大家拢穿名牌服饰啊，啊，看到这两个姊妹啊入来吼，看唔上目就对啦。因为咱只有讲穿一束乌乌啦，啊，穿婚纱同款啦吼，啊，佮戴迄种大顶帽啊安尼啦。啊，好佳哉，这个牧师来甲因直接则解围就对啦，啊，就甲因带去这个欧洲来两个安尼教会高层的领袖啊，伫遐要见面啊，要甲伊讲话，因为伊是欧洲人，讲外国话啊。啊，所以就开始有人甲伊翻译安尼。哇，看到这两个少年查某囡仔来啊，真好奇啊吼。请问啊，因伫海南岛吼，啊有起几间教会啦安尼，吼迄外国人客嘛足好奇就对啦。啊，两个姊妹吼，安尼歹势啊，头壳安尼吼，啊真歹势讲牧师啊，足歹势呢，阮。2年的时间吼，毋是介多啦吼，无建立偌侪教会安尼啦，吼有点仔咧歹势，讲安尼可能做无够的感觉安尼。啊是几间啊？啊并无偌侪啦，因为迄个海南岛的人吼，逐个人安尼有哪对阮无讲介欢迎呢？啊就是讲话足歹，啊要甲阮吓，佫有迄查甫人吼，要甲阮等下海呢，啊迄个
遐在地附近人嘛无啥介意愿安尼吼，所以阮无建立介侪教会啦。迄个牧师听了讲，足不耐烦，讲恁是咧讲这是咧讲啥呢？拢唔应我，到底是偌济啦？是偌济间啦？经过一段时间，点其中的即个姊妹才举头起来，有点仔尴尬吼。我想讲做了足无好的意思，讲无啦，只有建立13间啦，安尼。即个牧师吼，感觉惊一条吼，赶紧甲翻译吼。讲，13间哦，哇！我一生嘛捌看到讲去遐侪间教会。毋过迄阵牧师的一个助手讲，确实翻译毋对哦。牧师伊毋是讲13啦，是讲30啦，安尼啊。哇！即两个姊妹佫一直足歹势，感觉讲做无好安尼。哇！迄两个欧洲会来的教会领袖讲，哇，2年内底去30间教会，迄了不起啊！无吼，教会是偌济会友啦，安尼是讲一间是毋是5、6个、10个安尼啦吼。伊即个两个姊妹就伊讲，嘛无介济啦，无介济啊，只有220个啦，安尼。我讲哈，30间拢总220个哦，安尼啊，一间毋多，安尼差不多10个安尼就对。迄个查某囡仔慢慢稳定来，甲伊应讲吼，毋是啦。220个是这30间教会中间吼，上少的迄间啦，上少的迄间230个安尼吼。哇！迄个访客惊一条讲230个吼，那对我来看就是已经足大间的教会啊呢。伊就好奇啊，即个人客好奇，我问讲无吼，其中上大的一间，你甲我讲，到底是偌济人啊？伊嘛佫应讲无偌济啦，无偌济啦。我毋知影偌济，请甲阮讲好无啦安尼。伊讲吼，无到5000啦，也无到5000，讲只有4900啦，定4900。阮吼搭打开始啦，定足歹势安尼。然后徛伫迄个边的牧师后壁，迄两个人客开始流目屎，讲主啊，请你赦免阮。讲因到底做甚物代志啦？哪会遐厉害？两个人也无其他资源，是安怎会当起30间教会上大间要到5000人是安怎？因为因讲无啦，阮无做啥，阮实在是无做啥。实在是这个人去就甲问讲，恁无做甚物？恁有30间教会，上少的220几个，上大的也无到5000个，拢是初信的基督徒。恁讲竟然恁无做啥货？然后这两个姊妹才真谦卑甲因讲，真正阮无做甚物，阮无做甚物，阮单单祈祷那定，阮单单祈祷那定。阮祈祷了后，圣神就启示阮安怎做，教阮安怎做，阮就继续祈祷，圣神就继续指示阮，阮就照安尼去做安尼。哇！迄牧师换手伫这两位姊妹的肩胛头讲：我的上帝啊！因只有祈祷，圣神就指示应该做，因就照安尼去做。迄两个教会高层领袖跪伫遐流目屎，求主赦免。安尼姊妹，这是我伫2000年一本宣教的杂志所看的一篇文章，我到即日还一直记牢牢。我讲，这是虚构的嘛？无人会虚构这个物件。这是咧纪念一对姊妹啊，因安尼单纯倚靠圣神，去到海南岛这款所在传福音的故事。所以咱知影中国是安那有几亿人信主，是迄个官方的数字看袂到的。时间的关系，用这个故事甲咱三个勉励，讲当咱全然接受主的呼召，主就要操练咱。福音的勇士就是文道装备的一部分。愿主将这款的疼赏赐伫咱的中间，下日是为咱准备下半年要推动幸福小组，也是咱要推动这个福音大会，有真多活动会当互你传福音。咱学习这对姊妹啊，因单纯的信心，讲我就是祈祷，圣神就要兴起做工。咱要来吟圣诗，吟4条诗歌，准备要来做异地的这个服侍。咱请同工
备万心吼，来到头前，啊，咱特别是咱的敬拜团来。也歹